各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的财政年度是到今年9月30结束。那阵国会报道，伫咧9月30进前达成临时拨款法案的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将有可能自10月开始就无经费通用。主要原因是这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希望会当减少预算，包括提供予乌克兰的援助也会受到影响。要么讲到这个法案敢有机会来通过，目前是也唔知影。美国国会今年6月才通过几个上限法案，让政府免受这部违约的风险。不过，即马阁面临同款的困境，因为美国这个财政年度要伫9月30结束，明年预算案煞要卡伫国会。那国会两党10月初以进前无法度达成协议通过预算案，拜登政府会面临关门危机。Government shutdown could impact everything from food safety to cancer research to Head Start programs for children. Funding the government is one of those basic 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 And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start doing the job America elected them to do. 拜登之前接受共和党几乎派团体背弃承诺，想要互政府袂顶袂当。目前有10项是政府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一旦国会通过，暗过为降低政府红字共和党中的保守派议员主张搁一摆砍支出，包含3度240亿美金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为整合共和党内无共款的意见，将议长麦卡锡头壳摸咧烧。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people. I just believe if you're not funding the troops and you're not funding the border, it's pretty difficult to think that you're going to win in a shutdown. 美国政府过去有真侪摆关门记录，最近一摆是伫2018年12月2日，迄时阵川普负责签署无包含美国边境起枪位支出法案。即使政府关门一直到2019年1月2日才开放。专家评估，即摆关门几率差不多是50%。若政府关门不止数百万联邦政府员工会被迫放无薪假，也对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公视新闻张慧敏报道。